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Karina。新鴻基歷年來最大型嘅住宅項目即將推出市場，籌備咗超過20年時間，喺西沙打造咗一個全新地標，集合咗住宅、運動、娛樂、商場同休閒於一身。而喺我身後邊就係即將推出嘅第一期 Scenery C。但係我今日就唔係同大家去睇示範單位，而係嚟到現場同大家介紹翻呢度周邊嘅配套同埋交通會係點樣。咁喺開始影片之前，大家記得俾翻個 like 同埋記得訂閱翻我個 channel 啦。喺住宅項目旁邊就係總面積有成130萬尺嘅高柏，原來設有多間餐廳、商鋪同埋多項運動設施。而當中佔地超過100萬尺嘅多元化戶外運動公園高柏 Sport， 設有多項嘅專業運動場地，當中包括高爾夫球練習場、網球場、足球場等等。近年流行嘅板網球、Pickleball、棍網球呢度都會有。喺旁邊仲會有一個水上活動中心高柏 Aqua。而喺高柏入邊亦都設有3個兒童遊樂場，佔地超過4萬尺，分別位於地面同埋2樓，有多條唔同高度嘅垂滑梯、攀爬架、繩網、彈床等等，適合唔同年齡嘅小朋友。另外仲有間冒險樂園添。而除咗兒童遊樂場之外，園內亦都設有3000尺嘅寵物公園，連毛孩都會照顧到，小朋友同毛孩都有放電嘅好地方。而高柏亦會定期推出好多運動課程或者活動，前往高柏嘅網站或者利用佢哋嘅手機程式就可以報名㗎喇。網站亦都會提供一啲附近嘅行山路線俾大家參考，放假留喺度都真係可以玩足一日㗎。而高柏亦都會有好多唔同種類嘅餐廳、coffee shop、西餐、中式點心店等等。而喺入邊亦都會有一啲商鋪，例如寵物用品店、茶室、露營用品店等等。而家喺入邊就已經有一間一田便利店，同埋一間主要賣急凍食品嘅食材店。嚟緊喺住宅樓下就會係有一個2期嘅商場，面積大約56000尺，到時就會有一個1萬尺嘅一田超市、幼稚園同埋中大醫務中心等等。而發展商為咗改善西沙嘅交通情況，用咗6年時間，耗資數十億，將一段長約1.5公里嘅西沙路由雙線行車擴展至4線行車。而家出入主要就係會靠返小巴同埋巴士來往返大學站同烏溪沙站。而將來喺住宅樓下就會有一個佔地4.6萬尺嘅交通交匯處，設有多條嘅巴士線同埋的士站。喺項目入伙之後，就會再新增4條巴士路線，分別就會係去返沙田市中心、荃灣、尖東同埋九龍灣。咁我而家就搭返小巴出去睇下車程大約要幾耐啦。小巴分別就會途經烏溪沙站、新港城中心，而總站就係會去到大學站。搭咗8分鐘時間就嚟到烏溪沙站，而喺度就可以轉返屯馬線出返市區。而喺小巴同巴士站旁邊就會有個街市，平時就可以喺度買埋餸先返去啦。而行過天橋就會有個商場，入邊就會有超市同埋一啲酒家食肆。咁我哋就
再繼續搭車啦，再搭多4分鐘就去到馬鞍山區內最大型嘅商場新港城中心。然後我哋再繼續出發去大學站。咁嚟到大學站，總共就用咗23分鐘時間。以上車程時間就俾大家做翻個參考。好啦，咁我今日嘅介紹就嚟到呢度，希望呢條影片幫到你哋更加了解呢個項目啦。咁如果想第一時間同我一齊去睇示範單位嘅話，就記得訂閱翻我個 channel 啦。咁如果大家中意條片嘅，就記得俾翻個 like 哦。咁我哋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